乡亲是大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因为人类过度开垦、过度放牧，加上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所以咱的地球正面临严重的沙漠化危机。像位于中国内蒙古科尔沁部落，原本是牛羊成群，有一大片青青青真水的草原。 但是，即卖已经变做土沙硬硬飞的科尔沁沙漠。这片沙漠有42300平方公里，相当是瑞士这个国家的面积。大规模的沙漠化，毋但冲击到当地生态甲居民的生活，强风造成的沙尘暴，更加影响到附近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甲台湾。所以，中国政府为2000年开始。 甲日本的环保团体，还有国际级的大企业，正后来投入到沙漠种树仔的计划。到现在为止，因伫科尔沁所种的树仔已经有640万丛，嘛为慢慢干大的地球种下一线生机。华视新闻采访团队跨越到2000公里的距离，侵入内蒙古，要带大家看一个究竟。 这个刮沙子过来，这都了不地了。我们这个房盖不都是掀起来了吗？沙尘暴就是整个沙漠化它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其实就好像我们地球的一个癌症一样，你一定要去面对它，然后也要治疗它。树我们大的已经都成材了。 也是起到了防风的作用。漫天黄沙瞬间就到位啦！快跑啊！风背沙铺天盖地而来，一直向市区快速推进，气势之大，袂输是要将规座都市吞去共款。本来那天瞬间变成。上午嘛，天气好好的，下午嘛，突然一下子沙尘暴，给我们这个呼吸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有时沙墙悬度超过100公尺，真惊人。每一年的春天，中国西部甲西北部地区拢爱承受这款天地一片混沌、强风卷沙的沙尘暴天气，跨越2000公里。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小组深入内蒙古，头一摆亲目见证沙尘暴对人类的危险。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的甘旗卡镇，距离科尔沁沙地大约是60公里。当地长期受到沙尘暴的影响，在街上可以常常看到有人戴着口罩。几多人纷纷将鼻甲嘴拢掩起来，天顶拢是黄沙，街路拢是蒙蒙雾雾，干那目睭看就会使看到车路顶面的土沙粉。伫厂小组到位的前4天，才经历过一场沙尘暴，若破坏都市，嘛伫农村留下未少的灾情。 离开市区，采访小组前进40几公里外，内蒙古科尔沁区这个瓦房村，这主要以畜牧甲农耕为主。庄仔内有100外户，有一半以上拢是饲牛。伫这片土地上，人甲沙的抗争唔捌停过。咋没有影响呢？这个刮沙子过来，这都了不地了。那牛躲哪里？啊，我们这个房盖不都是掀起来了吗？完了，这不重盖的不是吗？就是龙卷风似的。 风这么大，啊，那可不。然后就整个这样摊下来了。摊下来，摊下来。常常这样吗？啊？常常会这样吗？每年都一般年头都有这样沙尘暴。嗯，这样会不会很影响到你们生活啊？那可不。风一日头，牛条厝顶拢掀起，规个害了了。我有观察到，庄仔内有袂少较旧的厝遐，拢有严重的损伤。不过这是因的日常。 3到5月是中国沙尘暴的季节，一般会刮起7到8级风，因此在民宅里面他们会铺起像这样的透明塑料布来防沙。老百姓的家的话，就是里面就厚厚的那个沙子进去，然后就是那样都很脏嘛。我们就是经常那样擦，不然的话我们吃饭啥的没法吃了，里面都是沙子这样的。会不会也容易生病哦？因为沙子里面很多细。对呀，如果那个很严重的话。 很容易那个得病的，感冒什么的，肯定得有了这样的，所以就是害怕嘛，进沙的都弄这个。
伊是35岁内蒙古人乌人塔纳，20岁过来瓦房。后老厝伫国较西北边，塔纳自细汉就爱面对沙尘暴的考验，早就惯势啊。只是因老爸记忆内面的美丽故乡，伊唔捌看过。你们家屋瓦也是沙尘暴的时候坏掉了？对，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年年都是动啊，年年都刮掉，年年都修啊，这是年年的，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儿啊，一刮风都掉啊，动啊，然后我们重新修啊。我爸爸小时候的时候比较，那个时候环境好，破坏的少，对，这是这样，差不多是20多年、30年左右就这样了。从前的科尔沁是一大片的草原，不过从清代开始鼓励垦荒，一直到现在，有一些企业进驻使用大机械性的开垦方式，再加上过度的放牧，如今的科尔沁已见不到昔日的翠绿。沙绵延不绝的沙坡，敢有一寡灌木，沙漠内面看袂到动物，连鸟都无愿意飞过。有法度伫这款打碎环境中生存的，敢若剩一寡虫。阮伫行路的过程中嘛，明显感受到涂骹的草啊真少，刷这个土真歹行。历史上，科尔沁是传统的畜牧区。河川真济，牛甲羊拢真肥。这片广大草坡顶，培育出一个过一个灿烂的文明甲历史。不过19世纪后期，人类乌白开垦，又搁超载放牧，最后科尔沁大草坡变成茫茫的沙地。即马沙化的土地占草原总面积一半以上，每一年更加持续扩展，大约是1万平方公里。目前科尔沁沙漠面积至少有42300平方公里，已经相当是瑞士国土的大小，是中国沙漠化上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有这个杆儿的地方有点厉害吧？比较难。这个有点难，就是硬吧。硬。再先处理，完了再开始挖，有些工荒OK， 到时有真高的腔，伊是日本环境组织绿化网络的驻中国代表大良良司。2000年，伊甲朋友看到地球沙漠化的困境，远渡中洋来到中国，带团队启动一场保卫绿地环境革命。伊甲企业合作，开始伫内蒙古植林，共同为翠大的地球种下一线的生机。今天摘的是松树吧，拍出的。明天下午可能剪辑的时候看的是杨树，这是当地的品种。就是在这个东北的地方，沙漠化以前这儿原来就已经有过的，所以不是说我就从外边拿过来搞绿化，不是，就是已经有的，沙化的时候慢慢没有了，那我们来还得恢复吧，就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两个品种。包括一车过一车力量，要让沙漠变绿地。勘挖好，将树仔栽落去，还佫将土转好扎，才算是任务完成。这工程是生长伫中国东北沙地，唔惊寒，佫唔惊热的蒙古赤青。迄一天，所有人努力之下，种650丛，这未来拢是改善当地沙漠化重要的绿色的围墙。由于种植区没有水源，所以他们事先挖掘了地下水，接着管子来到这里，之后再借着一个一个人龙传递水桶下去来灌溉小树。在大家发声中，排规排分工合作，由近到远，后再经过4冬培育的树仔栽，水是这片土地上介少的资源。包括亲手的传送，满载大家祝福，嘛互人更较会晓珍惜。周子青，也就是蒙古赤青，上个悬会使发到30公尺，为了让这个树仔发更较悬、更较好哩，达到防护林的效果，必须要剪花片面以发摊环。这之间
居伫这个青仔树林内面咧修剪，在正修剪过程中，都要克服用行经过沙漠往回1点钟的挑战。日头真炎，如果拢是风背沙，作业环境又搁非常的艰苦，因为每一场种树的活动，拢吸引真侪来自全世界志工的参加。非常多开始的时，立法团队搁把被当作诈骗集团。为什么那里面的钱是从哪来？而且怎么种钱？你怎么生活的？还是那个挖掉什么东西啊？还是树长起来了以后就去看完了卖给日本吧？几年以后就突然间他们不是干坏事，可能是他们来了以后对我们有点好处了，就这样就先够用了。彼此就信任了。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当地不太理解的，因为在这边嘛没有那个免费的补偿，他们免费到这边给当地绿化起来的树也是最终是还给老百姓，他们这个方面有点不理解。但是经过多年吧，长久10来年的努力化的，现在树我们大的已经都成材了，也是起到了防风的作用。这一年拍拼得到在地人认同，这几工前的树啊，10年后拢属于当地庄仔头，彼此建立共同的利益，和更加侪在地人纷纷做伙做，唔但绿化环境带来经济效益，嘛增加就业机会。可好的了，好了，可好的了。以前就是完全都没有树了哦。对，没有，以前是没有。然后靠大家努力，开始有一些了。对，现在天然灾害，有年吧就1次2次下雨，牛羊可多，完了就这个锅也多。所以很想要恢复像小时候那样漂亮的科尔沁。There's an education component that happens here. We're not only planting trees in the desert, but GreenNet is also educating the communities about how to sustain the grassland here and how to graze the cattle more responsibly so we can stop desertifica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这一片就是经过人工绿化的松树林，可以看到现在大概是2公尺这么高，但其实已经经过了9年的时间。空中翕的画面看会到茫茫的沙海，即马有规片的绿洲，这是科尔沁种树的一小部分。经过19冬的拍拼，绿化团体已经种640万丛树啊，面积超过25.5平方公里。加拿大美国企业合作的土地上，就种260万丛树啊。较早是沙漠，即马开始有绿色的生机，是有希望的。因为，经过这样子从那边走过来，我是觉得。我在台湾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虽然我有在健身房运动，可是也没有像那么累，走了那样子。可是你看到这一片能够长成这样的话，你那些之前走过那样子的辛苦，你觉得你都 OK 了，对。很高兴大家都在这边做志工，总归就是你要善待这个环境。要友善它才会回馈给我们这样子。虽然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台湾非常遥远，可是呢，在这里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也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能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那也算是为台湾奉献一点点小小的心力。以前是听说过是科尔沁大草原，可是过来看是科尔沁大沙漠。震撼到。有这种机会可以来。对地球尽一点心力就很快乐。防止沙漠化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植被，扩张它的植被。那不同的环境它有不同的需求，它也有不同的树种、草种，哪些是好，哪些是不适当的，我们可以不断的调整，然后不断的去改善。随着这个沙漠化的这个不断扩张，随着生态环境不断的劣化，随着大气环境不断的极端，沙尘暴现在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那本来是小问题，现在变成大问题。如果现在我们不去积极面对处理，将来会变成非常严重的这个生死相关的问题了。美国国家航空加太空总署 NASA 提出警告，地球暖化正加速全世界陆地变大土的危机。依照日本环境组织提供的数字，目前全世界沙漠化正以每日当6万平方公里的速度，相当是每1秒1900平方公尺侵蚀咱的地球，并且威胁全世界100外个国家。
甲1/6的人口。最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甲发展会议上，将荒地沙漠化列入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1995年，更加将每一年6月17定为荒地沙漠化甲扩化的世界日。我们以这个大尺度来说的话，全球这个干旱地方不断的扩张，它影响最严重的大概就是粮食的生产。粮食的生产会让我们这个可以耕种的土地受到这个减少。那饥荒就是我们这个21世纪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水资源的调配压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压力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这个沙尘暴来的时候，它带来的那种场景其实越来越惊人。我们过去只有在科幻大片才会看到的场景，现在其实就在我们这个生活的周边。当草坡甲绿地变成沙漠，唔但影响当地生态，更加影响全世界环境，甚至区域安全。较早人类敢若会晓追求开发破坏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搁环保无国界超越国土的界限。有一群人用肝甲智慧，用意志甲精神，伫中国内蒙古起一道一道绿色长城。只有问讲，自工前的树仔仔有一天会使变大树，改变当地沙漠化的严酷的环境，互绿洲再现回归美丽客亲大草坡。